要好了，等我一下下。OK，我等恁两个起来。我传的，美国甲台湾距离接近嘛。咱先来祈祷。今天我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继续保守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有你的看顾，阮搁一届自集伫你的面前，要做来查考，特别是对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重点，要来看当这时初代教会怎样面对因伫宣教顶悬的困难，帮助阮来思考，求主你继续来甲阮参与伫地，只是求你用圣神的智慧来倾诉阮，安尼祈祷靠主的名，阿免。好，咱会甲一书、二书分开讲啦吼，迄个概论顶悬会无啥共款啦。大概约翰咧写遮的物件是地点是以弗所啦吼，地点伫以弗所。所以你若准要去了解伊咧写的物件是虾米货时阵，可能咱会当转去伫使徒行传保罗去到伫以弗所所拄着遐代志，咱会当摕转来去用安尼对照啦吼。因为迄个背景的关系，再来就是讲，咱来去思考是讲，希腊人对于生命的看法，这也影响当初时因的宣教，也是讲拄着的问题吼。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基本上会当甲伊看做佛教神学啦，中文叫做护教神学啦，就是讲伊咧共款甲保罗共款伫初代教会咧抵抗一寡异端，当初时的异端基本上对两大类啦第一个大类就是犹太教，犹太教用犹太教的看法咧看基督教信仰，另外一个就是对希腊的这哲学，特别是希腊族追求啥物货？追求智慧啦。咱讲的智慧是人为的智慧，毋是圣经咧讲的智慧迄个无共款的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像雅典维纳斯啦，还是讲即种这诺斯底神学啦，这物件拢伫初代教会内底咧打滚啦所以今仔日约翰一书基本上上落尾我来资料中间有去讲到即个幻影说就是伊咧面对的问题好，这当然就是讲这是一个即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共款的使徒，伊伫方家顶悬也是讲伊咧讲的物件拢真共款，比如讲约翰福音第八章咧讲的代志，甲约翰一书咧讲的，拢足共的啦拢足共。所以这真确定对伫迄个咱咧讲文明顶悬，也是讲伊咧讲的代志拢真共款啦伊咧讲到面对幻影，所以咧解说的就是迄种得正入心的概念
大概是这个方向。伊写册的时间约略是伫主后85年到95年这中间啦吼。当然拄则讲着，伊最主要所面对的异端是幻影说。幻影说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无影者来世间啦，吼，无影者来世间。所以这有足侪迄个哲学的论述伫迄个所在。四本福音书上困难了解，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啦，吼。所以你会当看样，其实约翰是一个较有替他背景，还是讲思考的人，吼。这咱会伫咧后壁佮继续查经的时，佮来讲吼。到底收批的人啥物人吼？照讲书信拢有一个对象啦，吼。但是遮无写对象，而且佮无讲有真特定的啥物人的名伫顶悬，吼，无啥物人的名伫顶悬。但是会通看到讲，即群人甲约翰的关系可能真亲密，所以伊咧甲因称安尼的方式，就是无共款吼。好，咱拄则有讲，就是讲原则上伊的地点就是伫幼佛所做主体啦，吼。幼佛所，我咧讲熟啦，吼。伫幼佛所做主体吼，伫即个所在吼，尾啊，甲即个有关系啦，吼。即个地图进前有互咱啊，所以我就无搁互咱安尼。好，这是伫即摆幼佛所有附近有一个圣约翰的教会。下内底有一个梦运气挖出来啦吼，这是迄个圣约翰礼拜堂的遗迹吼，这嘛是啦吼，这嘛是迄个遗迹吼，所以今仔是咧，今仔日咱咧看即个重点，就是讲人对上帝领受救恩了后，要安怎伫迄个生活顶悬来活出一个有上帝公义的生活吼，要安怎活出迄个疼人的生命吼？搁来真重要重点，其实是第二点啦吼，就是讲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吼，耶稣有完全的人性，这针对幻影说咧讲的物件吼。所以而且佫针对当时是真侪伫幼佛所教会内底有足侪迄种用耶稣的话讲，叫假冒伪善啦，就是讲假做有咧跟对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事实上，伊根本就毋是吼。这个世代其实嘛足侪即种人吼，伊拢感觉讲吼，伊摕一个圣经啊，伊就讲伊是基督徒吼，还是讲伊有洗礼过啊？其实伊可能迄个洗礼了就无去教会啊吼，但是有足侪情形吼，毋是一个活出基督的一个形式的人啦吼。第四项就是讲，基督徒必须爱会晓来审查家己、检验家己对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毋是真的啦吼。就是讲，当咧看这个人是迄种假冒伪善外表色的吼，但是基督徒嘛爱有即种的反省能力啦吼。人救恩是完全的保证，遐用性命证明讲家己是基督的人，活的人吼，所以迄个救恩是互迄种活出见证的人的吼，伊直接讲真清楚啦吼。伊的特色甲伊的目的，咱拄则已经一直咧讲这物件啦，就是讲伊咧抵抗异端啦吼，所以基本上伊即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咱虽然讲是书信啦吼，但是基本上伊的性质是较属于佛教神学啦吼。佛教神学就是讲专门咧写一寡甲基督教教义较有关系咧解释，去抵抗当时时的异端的讲法吼，去解释的一个重要的批信吼。咱讲伊是批信，但伊毋是保罗的批信，是约翰所写的吼。但是伊无写收件人啦，吼，意思讲。伊毋知影要寄互啥物人，还是讲咱毋知影伊到底真正是寄互啥物人吼。而且即个批信中间，伊嘛无一般批信，还是讲像保罗的书信内底，拢会写安那
啥我伫厝内底甲恁请安啦，吼恁拢安怎有诶甚至有即种人命拢伫咧内底安尼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当看见讲，即个批信诶形式改成无介典型啦，吼，无介典型，嘛无落尾诶即种祝福甲请安啦，吼。伊所写即个批去互人去了解真正诶基督教信仰，迄个对象真有可能伊所熟悉诶一群人，吼，伊称呼拢就较无共款安尼啦，吼。伫即个所在。约翰伊真注重迄个信仰的见证吼，真注重迄个信仰的见证，所以讲伊个基督徒必须爱有即种的信仰的见证吼。那当然，伊伫即个所在嘛，咧讲着一寡基督徒生命的悔过啦吼，还是讲伊家己安尼吼，咱知影伊咧军队住的时阵，伊嘛是有一寡迄个，所以伫迄个所在做一寡悔过，去思考，然后伫道德上有一寡较自由派的神学家吼，伊会甲你讲吼，圣经毋是咧甲你讲道德的物件啦吼。但是即个物件，即个讲法，我认为是足危险啦吼。如果圣经的教导甲道德无关的吼，安尼基督教的信仰足凄惨啊，足危险的吼。其实咱注意来看吼，基督教即个信仰教育的中间，你讲真济道德的标准伫遐啦吼。比如讲，你讲奉献啦，吼，婚姻的观念啦，吼，这等等这个拢是啦吼。所以伫即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中间，特别是一书，伊也讲到迄个道德顶悬吼，伫要安怎伫迄个敬拜上帝顶悬爱尽忠吼，这个代志吼。嘛爱效法耶稣的模样吼，若会当认罪吼，就会当带来祝福啦。约翰一书四章内底嘛有咧讲到听的代志啦吼，其实拢有讲到真济遮的概念啦吼。当然，伊嘛较有一部分属伫即种咱咧讲末世神学吼。迄个成分无介重，但是伊有即种的成分伫咧。伊较重的即个特质，拄则咧讲是佛教神学啦吼。但是伊咧讲到末后的代志，也有讲到啦吼。当然伊的目的是咧考课吼、提醒，还是讲咧指导吼。当然即个部分就甲大部分新约圣经，还是讲保罗的批信其实是真共款啦吼。过来即个部分，就是咱手中有迄个册内底所写的，大概我小可整理啦吼。即个咧讲上帝是光啦吼，即个约翰福音内底第8章嘛咧写的代志吼。约翰伊即个神学的思考哲学的思考是足清楚的吼。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但是伫亲像伊学生的个别的中间讲，伊是啥基督，永生上帝的囝吼。即个概念真清楚伫约翰伫一书这中间，是讲伫约翰福音内底拢足清楚咧表达即个代志。当然，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伊伫遐嘛受难受苦，然后要成做迄个救赎。这也伫即个伊的即个批信来讲，是伫约翰福音内底足清楚的吼。再来就是佫倒转来讲，迄伦理啦吼。基督徒的伦理责任，其实这是足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还是讲生活的基础啦吼。拄则开始咧讲的时阵，牧师有咧讲着讲，当初代教会咧面对两个足大的问题，第一个是犹太人的问题，第二个是希腊人的问题。希腊人因足注重哲学、智慧、知识的追求。什么是真正的知识？拄则牧师咧讲，迄是人为的智慧，毋是上帝，还是讲圣经咧讲的。上帝还是讲圣经咧讲的智慧是啥？那照经言还是照诗篇讲敬畏耶和华是安那？是智慧的开端嘛吼。所以
伫即个所在，其实伊咧论即个物件啦吼，就是咧讲遮下咱咧讲即个伊对希腊人咧追求即个智慧的想法有真正无共款啦。啊，当然是即个所在，就咧讲着属上帝的人甲属世的人是有无共款的。啊，咧讲着主内兄弟姊妹啦吼。主内兄弟姊妹，迄个概念，当然即个嘛应用真深啦吼。啊，所以伫主的内面要活出迄个见证，其实就是迄个行啦吼。所以伫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就讲啊啦，迄个咱听，因为上帝安那大声听咱吼，伊的概念就真清楚伫即个所在啦吼。所以这就是差不多约翰伊真重要，要伫即个所在强调的信息啦吼。啊，过来就是整个5章内底分段吼，有迄个头前的箴言，第二个就是讲上帝是光吼，道德的即个意涵吼。这后礼拜咱要读的就是对第1章第1节到2章17节啦，因为第1章足短吼。我着用即回我着用这个分段吼，来一届来读安尼吼。第3就是咧讲调的耶稣是基督即个代志吼，对第2章18节到3章24节吼。第3就是肉身的基督啦吼。这个概念就是伫福音约翰福音内底所咧讲的，讲这个耶稣是道成肉身这个是伊上重要咧论的物件啦吼。然后就是讲肉身了，佮变做耶稣是基督吼。这个概念基督就是讲咱讲上帝吼，圣经上帝这个概念。然后讲到见证，这是5章到6章这个所在吼，安尼吼。换言说，我想我有互咱资料，我着无爱讲伤济吼，就是讲基本上换言说的讲法较简单去甲讲，因为迄是一种哲学式的论法啦，就是讲耶稣伫世间是照人的身体，无影遮伊有对上帝的圣神伫马利亚出世啦。所以伊就是咱咧讲吼，咱迄叫做啥借壳啦，借壳。这有当时就是有一寡人会去引用着所谓的代理孕母来讲着耶稣的降生，这是足大的问题吼。这就是伫教义顶悬有足大的论争，也是讲偏差的这个部分吼。我想咱若有趣味，会当去看，家己看这个资料啦吼。换言说，基本上就是咧否定耶稣真正有道成肉身这项事。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好，安尼差不多今仔日我的说明到安尼吼。概论我就小讲者咱就搁接续伫经文咧查经的时阵，拢会搁讲到遮物件咧。好，我先甲关起来。